物想要帶家己來？去到一個地方，那個地方哦，有當中那個回憶，我帶的也偏差不多有11年哦。在泰國的時間有4年哦，後來又轉也又帶差不多7年，所以有差不多11年。我嘅泰國政治大學真泰嘞。政大分山下跟山上，還有半山腰嘛的山區的校區。因為係漂白讀嘅外交系，不是說外交系等一下會看到，它的系辦在那個大的一個叫國際大樓裡面，所以我呢，那個考場都在這個山下校區。差不多1年級下學期的時候吧，就去考了一個傳院助理，在那個劇場。然後現在我們就是要去傳播學院，那我就是會時常去那個地方劇場裡面當助理。排練室啊，因為我們要使用，所以我們都會租借，我們就會排到，比如說半夜12點左右，或者超過12點。北北這個傳院有個北北。他都會講說：“快點，你們還在幹嘛？趕快回家這樣之類。”然後我們就會排到很晚，然後再去吃宵夜。你知道，太福上給神發出來那種。我想他帶他個出太個一個地方係河堤。河堤。嘿，因為真泰個好山好水嘛，有山有水哈。那這個水的部分就是那個溪旁邊有一條河流，出太港一寬。陳飛，你為什麼來呀後巴還會帶一個吉他？哦，來講，在這個地方練唱歌是音場是最好的。裡面是個阿妹有的下歌的嘛，然後也有出專輯。一開始我是對演開始的，是演員沒有錯。不過在演藝的一個條路的路風哦，在這一條路上長長的嘛，有時候會有一些空閒的時間。那第一太後的時間就有這個學吉他，就是有在學，然後雖然沒有學得很好，但是很有興趣，就會一直彈這樣，所以一直就延續到現在。一開始是想要當做是一個蠻認真的興趣，然後後來沒有一些些的累積，才知道沒動好安尼。我希望我嘅未來啊，做得寫韓哈多嘅歌誒，做韓哈多嘅戲本，韓哈多人做得看到，做得批判韓哈多嘅人。